以下呢係喚醒另一半嘅方法。咁首先我哋喺個膠袋度呢攞出眼睛同埋鼻哥嘅一啲配件。咁眼睛嘅配件呢係較為細嘅。咁首先我哋就將眼睛呢就插入呢個扭扭棒入面啦。咁兩隻眼嘅距離呢就可以調校得闊一啲嘅。咁如果呢會加入眼鏡嘅一啲飾物嘅話呢，咁兩隻眼嘅距離呢可能都要較闊一啲。咁我哋將眼睛插入扭扭棒之後呢，就可以撳佢深入少少啦。咁呢就形成一個窿仔。咁或者呢將個眼嘅距離呢校得合適之後呢，咁就可以拎隻眼出返嚟呢，咁再黐上一啲白膠漿啊或者膠水嘅。咁再插返入去嗰個扭扭棒入面呢，就固定佢。咁下一步呢，就係按自己想要嘅距離啦，就插入嗰個鼻哥嘅一啲配件。咁同樣地啦，可以先插入個鼻哥配件啦，預計位置啦，計好之後呢，就再攞返出嚟黐上白膠漿，再插返佢。接落嚟呢，就係你個人發揮嘅時間，創造屬於你獨一無二嘅小夥伴。咁你可以自行裝飾你嘅 Candy Heart 小夥伴。哇，好期待睇下你嘅 Candy Heart 小夥伴係咩造型喎？究竟係想有型一啲啊，定係可愛一啲呢？呢個配件好有你風格啊！哇，你揀呢個配件好好啊！哇！呢隻顏色好襯你嗰個小夥伴喎。咁擺好好睇喎。如果你有其他嘅顏料或者化妝品呢，可以再裝飾你嘅小夥伴，或者呢幫你嘅小夥伴呢去創造一個新嘅髮型。咁屬於你獨一無二嘅小夥伴就完成啦！哇，你聽唔聽到你嘅小夥伴有嘢想對你講啊？我聽到佢話好高興認識你，想同你一齊探索世界啊！